为，伊压止经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，伊予战争拢煞，全地和平拢静落来。就知我是上帝，我伫列邦受尊重，伫全地受尊最大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就来准备今仔日的诗歌。祝咱兄弟大家平安。咱三甲来串联，今日咱要敬拜俄罗上帝圣诗161首。耶稣宝贵的名，耶稣宝贵的名。咱三甲来念这个歌词，这个歌词其实话所在无遐简单，我感觉对我来讲已经无简单啦。好，咱三甲来念这个歌词，咱三甲来预备来。耶稣宝贵的名。做我心神性命，我主耶稣，听你心急欢喜，世间无名通比，无万米定我意，我主耶稣定我意吼，迄个定咱写中或者咱的发音无啥共款。来第二节，你做上帝圣囝。老花属我性命，我主耶稣，你大疼痛的心，极悬极阔极深，日日感动我心，我主耶稣。第三节，我若真心找你，你就看顾保庇，我主耶稣。你若甲我同行，无论忧闷痛痛，拢袂互我惊吓。我主耶稣好第四节吼，耶稣无久要来，我心幸无意外。我主耶稣，你令我哪条件，就正做亲像你吼。永远甲你徛起，我主耶稣。咱要唱阿妹，这是一个19世纪的词，甲这个曲咱来唱一下，甲正圣度来三甲来用一条诗歌。咱忙切是完了吼，来。我若真心找你，你就看顾保庇我主耶稣。你若甲我
稣无久要来，我心无遗憾，我主耶稣，你免我那条记，就这做亲像你，永远甲你行去，我主耶稣。好，咱来团练另外一首470首。外命源头万国主宰，这条咱较无遐熟悉，咱先听迄个，先听书记，咱听一下，咱较来念这个歌词，安尼好无？这是20世纪啦吼，对这个 Australia 因写这个词美国的这个曲，咱来念这个歌词吼，咱三个来念来。外命源头万国主宰，主合一甲真和平，互硬心变做同情，车倒一切三界围墙吼。圣国临教用这记号，永远最愿祈祷。第二节，你大疼痛，长恶尺度，这呢悬超越想象，这呢宽充足空间，这呢深有隐藏宝贝通过基督，找到和平，完整世界自主行政。好，第三节，对古今人抱的梦，看见超越死的爱，爱毋是听伊只是爱新的天甲新世界，上帝国应允要来临。上主和平对主耶稣，互世界相分得医好。这拢是较文言文的这个咱的台语啦，是做真水的这个歌词咱三个来唱一解看觅好。对古今人抱的梦，看见超越死的爱，新的天甲新世界，上帝国永远要来临，向主和平，对主耶稣，互世界相分的。咱明白
金来准备今日的敬拜。咱做伙安静咱的心，请奏乐。我的心神啊，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仰望对伊来，只有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光荣在伫上帝，伊是我的大石盘，我的避难所。万民啊，着不时我靠伊，对伊吐露恁的心情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。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第161首，耶稣宝贵的名，请起立。
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国真国外的奇妙真神，我要称你最大，高举你的名。万物拢出自你，你的荣光直到永远。我要用阮全部的心、全部的神来敬拜阿罗你。你是坚固的石盘，阮若无结连伫你，无法度徛在。求你，互阮会当徛伫坚固的石盘顶，面对死亡限起的时，你对土袂中将阮救起来，除去阮一切罪恶的捆绑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满足的平安甲喜乐。主啊，有时阮有歹的念头，也是阮的所做，你无欢喜，求你对阮收回你的生气，无回头离开阮，用慈爱救赎阮，用权能带阮进入你圣的所在。主，你奥妙的智慧，阮无法度了解；你所备办的好，也是阮无法度想象。阮无要靠家己的聪明，阮要倚靠你的大能。你是万军的统帅，求你甲阮同在，做阮的要塞。感谢你的看顾甲保守，看顾带领阮教会经过130年久，会当伫咧遮来传扬福音。我也看见你予疫情渐渐来减轻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的生活、阮的工作，也是教会整整的事工，拢会当恢复正常。求你，互一切照你的旨意来成就美好的事，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的心灵、阮的身体得到你的照顾。无论阮伫倒位向你祈求，拢求你按路听阮的祈祷。阮无论心内忧伤，也是肉体有病痛，拢求你医治甲安慰。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是阮路上的光。通过今仔日黄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互阮会当了解主你的教示，阮要专心来找求你。阮要甲你同心，求你甲阮同行，互阮承受你的疼以外，也会当甲阮的厝边来分享你的疼。即时，阮也要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时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路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啊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果啊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启示文14篇，诗篇第46篇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烂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牙影哗哗吼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诚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列邦哗哗吼，列国动摇。
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做。伊压指间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领受上帝的话，今仔日的经文有两位，第一位是马太福音26章47节到56节。耶稣还在讲的是12使徒的一个犹太来，这是长甲民间的长老派来一大群人，举刀举棍，甲伊斗阵来。出卖耶稣迄个人有互因一个暗号，讲：我甲伊诊迄个就是恁家掠。犹太随时惊我耶稣对伊讲：掠比平安，就甲伊诊。耶稣甲伊讲：朋友，你若伫遮，遐个人就活去，下手掠耶稣。忽然有一个甲耶稣斗阵的人，伸手背刀对大祭司的牧人扑落去，甲伊一边的耳仔射起来。耶稣甲伊讲：刀收起来，因为举刀的拢会死伫刀的。你想讲我袂当恳求我的爸，随时找12营较假的天使来是无？我若安尼做，圣经所记载一定着发生的代志，哪会应验？迄时，耶稣对群众讲：恁举刀举棍出来掠我，是咧掠强盗是无？我逐日伫圣殿坐底教是人，恁无甲我掠。不过，这一切的代志拢已经实现，是要应验先知伫圣经所讲的话。然后，所有的门徒拢放杀耶稣逃走。第二位经文是《以弗所书》5章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第9节。既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囝儿，就学伊言行举止，就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帝。第8节，恁以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正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，行做着光明囝儿的款式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。再来，请圣歌队赞美所献的诗歌是《宝贵十架》。
正道今仔日是台南西学院奉献主日，也是本会设教130周年的培灵会，邀请黄牧师来本会讲道。所讲的题目是：上个时准备好啊吗？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，听我的悲上帝，伫你所定着的时，我要甲全世界建立属于你的囝儿做伙敬拜你。求你的神即时甲阮三个伫地，互阮通将阮过去一礼拜，无论是欢喜、快乐、忧伤、烦恼，阮拢通带到伫你的面头前放乐。伫你的面头前，最后求你的圣神，互阮重新对你来领受快乐，通过阮的敬拜，通过阮伫你的面头前，甲你相拄，互阮重新领受，亲像鹰鸟展开翅来飞远，互阮走袂善，行袂野。主求你的神引带带领，祈祷靠所名。阿门。真感谢上帝，互我有这个时间，有这个机会，通甲大家三甲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。大先爱代表台南新学院董事长张新典牧师、院长吴忠明牧师，甲大家请安。感谢过去大家对着新学院的关心、带导、奉献。咱知影讲，伫时代咧变迁的中间，新学院其实也面对着真侪的挑战。毋望咱大家继续为着咱的新学教育来祈祷，为着遮个老师，为着遮个学生，三甲为因祈祷，为着因的需要来供给，或遮个老师，或遮个学生会使专心伫咧陪伴因。培养学生来做传道、传福音事工顶头。当然，请大家毋通袂记得，毋是干那爱为着台南新学院祈祷，咱也阁有台湾新学院，也阁有玉山新学院。当每一遍新学院的奉献主日的时，请大家会使为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属的新学院来祈祷，也为着因的需要。来奉献。今仔日，咱三甲伫即个所在敬拜上帝，是伫咱顶礼拜庆祝咱设教130周年了后，迈入131周年的第一个礼拜。咱也是伫即个咱咧讲所谓的教会日。教会祭期的内底进入伫大斋节、大斋祭期的中间，所以咱三甲伫生日了后，伫大斋祭期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我毋知影大家对伫咱的台湾文化内底，也是讲伫台湾形成的这话语中间有真特别的话，叫做三骹。叫做绕白啊，毋知大家的感受是甚物？对因有甚物印象无？你若去网络甲查绕白啊，吼，你会看到的是啥物？真侪咧白酱迄支啦，哦。但是咱知影讲，伫咱的文化内底，咧讲绕白啊，绝对毋是咧讲迄支咧白酱的。咧讲三骹，绝对是咧指某一群的人。无论是三骹，无论是照白啊，是咧讲过去，无论是伫日治时代，也是讲伫国民党威权时代，伫遐出卖同胞来换取家己的利益的一群人，咱安尼咧甲伊称呼。对伫1919年，对伫2019年开始，2019年开始。咱的政府伫蔡英文的领导下面的政府，毋望讲会使将过去这段的历史，特别是伫
白色恐怖的这段历史中间所造成的伤痕，会使透过所谓的政治档案条例公开档案，互人研究。啊，伫迄个所在，会使通过安尼渐渐来促进咱的社会的和平，会使互咱即个社会本来分裂真清楚的叫做乌仔汉字，叫做外省本省。会使伫遐渐渐透过互相理解，三甲做伙伫即个档案的解密顶头，咱会使互社会有一个和解。这是2019年所通过的法案。伫迄个法案了后，咱嘛发现着讲，逐个人对着遮个档案的公开，真侪人真关心的是叫做什么人是鸟白啊？真侪人咧关心的是讲，什么人是鸟白啊？但是你会发现着讲，伫档案内底抑阁有真侪物件，咱通三甲做伙来学习。这个是档案公开了后，我看到我家己的档案。哦，我的档案，其实即摆看起来，大家讲我迄头有啥物代志？迄是伫1985年的12月初1，我伫咸水教会做新学生，伫遐讲道的时阵。讲道的内容去用写落来，报去你到伫调查局内底。看这个档案的时阵，家己咧看，实在心内会笑讲啊，这头有啥物啊？只不过咧讲228造成升级的对立，啊，即种的代志，毋茫伫信仰的内底会使渐渐来和解。今日来看真平常的一件代志。但是伫迄个时阵，因感觉讲到228，这是一个禁忌，所以伫遐就安尼去用写起。档案内底所写的，敢拢总是真的。当我咧看我的档案的时阵，我就发现着讲有毋对的所在。1985年，我是新学院总地系2年级的学生，但是伫迄个档案内底讲写讲我是总地系4年级的学生。档案的内底咧讲到，因为迄当阵咸水教会的牧师叫做张宗和，啊伊出外，所以我是学生伫主日的礼拜伫遐来讲道。但是张宗和有即个人，伊是长老，伊是张宗良牧师的兄哥，伫咸水咧做医生。迄当阵咸水教会的牧师是黄志宏牧师。所以你会发现着，伫我真简单的档案内底，至少有2个所在，我就看到毋对。档案内底咧写的代志，敢是真的？这比什么？比什么人是鸟白啊，搁较重要。因为当这个档案公开了后，我有去看到一个档案，是咧讲某一届咱的总会年会内底，因去收集资料有功的人，的档案。迄个档案内底。有8个人的名，4个是用假名，4个就真正用真名。啊，大家拢有领到啥物？因为收集资料有功，所以有领到奖金。有的领5万，有的领1万。但是当我去对这个名，特别是找迄4个有去伫迄顶头的名去对的时阵。我发现到，其中有一个人，既然无去参加总会的通商议会，无去参加总会通商议会，是安怎有法度伫会议的中间去收集资料，然后佫报起你互顶头，佫互感觉讲伊收集资料有功领1万块的奖金呢？所以你就会使看到讲。档案所写的物件，白纸黑字写，抑佫有真济咱爱去解读，咱爱伫遐来了解。佫较重要的是讲，当这个档案出来了后，咱去解读出来了后，咱会发现到什么人是加害者，什么人是被害者，要怎样去面对所有的加害者甲被害者。这才是咱信仰的挑战，迄才是咱信仰的挑战。伫大灾这期的中间，咱咧准备。要甲耶稣基督伫遐准备心，要甲耶稣基督伫遐当受苦难，伫迄个所在要来当享受
即个国外的欢喜。在这段期间，国外节前的40天，除了这礼拜日以外，40天的中间，咱咧准备咱的心，要甲耶稣同行一条苦难的路。在这段时间，咱三甲伫这个背景下面，这个政治档案条例开放了所带来台湾冲击的内底，咱三甲做伙来思考马太福音26章47节到56节的经文的时，你会发现讲真有意思。当你读这段的经文，你会发现到讲耶稣的身躯边嘛出现一个鸟白仔，嘛出现一个三骹。这个鸟白仔，伊安那出卖耶稣的时阵，表现甲对耶稣亲像真亲密共款。伊走去甲耶稣亲一下，走去甲耶稣亲一下。我毋知影讲，逐个人咧读这段的时阵，你的感受是甚物？当我咧读这段的时阵，我其实有真深的感受，因为伫1987年的时阵，我伫新学院3年，真偶然的机会，我去发现到讲有人咧写我的报告，毋是干那写我的报告尔，我看到3份的报告，一份是咧写刘金昌牧师，一个咧写林丰仲牧师，一个咧写我的，3份报告。啊，这3份报告拢咧写同一项代志，就是刘金昌牧师迄当阵是台南新学院学生会的会长，伊伫上课第2节甲第3课节，中间有20分钟的休困时间，伊伫新学院的迄个圆环的头前设立一个民主讲台。刘金昌牧师去咧讲民主讲台想要做啥物？林丰仲牧师伫迄个所在咧讲，咱的民主讲台毋茫唤起什么款的代志。到第3天，伊就甲我讲：换你去哩，我要去你讲啥？无你去你介绍美国的学生运动，60年代的学生运动，我就真正去讲迄段的历史。3篇报告，我真偶然去互我看到，我嘛去看到写我报告的人，既然是和我做伙。载我去到伫迄当阵的高丽雷丁服务处去递东华杂志，转来到伫新学院咧分互有订东华杂志的人。我迄当阵咧做即个服务，就是去摕杂志转来学校分互遮个咧有订杂志的遮个同学。无脚踏无工具，拢爱用行，所以伊真好心，用来我甲你载，安尼你较毋免啦，摸遐尼重，啊，佫行遐尼久的路。结果发现着哦。原来伊就是安那咧写我报告的人，咁含耶稣咧，即个犹太咧浸耶稣即个画面真相共，所以当我咧读这个时阵，我其实有真深的体会。问题是，咱当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，咱的焦点要下伫什么上？若继续下伫犹太顶头，咱一定会陷入去伫迄个要掠鸟白仔的心结内底。咧找鸟白仔就好啊，但是信仰并无叫咱讲，干那一直要去找鸟白仔，毋是干那要去找人指责人的毋对。信仰是要叫咱转来到看到底伫即件代志顶头，咱要学习着什么？咱到底要将咱的焦点下伫耶稣，也是下伫犹太？你会发现着讲，伫迄个中间。咧问一个真基本的问题：耶稣敢毋知影讲有一天，当伊咧招即个犹太来对伊的时阵，伊敢毋知影讲有一天即个学生会出卖伊咧？即个伊招来讲叫伊军队伊的即个学生会出卖伊咧？耶稣咧招伊的时阵，敢毋知？我相信。耶稣咧招伊的时阵，甚至伫耶稣还未要招伊进前，伊就知影讲，伊一定会行这条路，伊一定会叫伊的学生出卖，
迄个所在，伊也知影讲，当伊道成肉体，处人的样秀出世，伊就知影讲，伊行的即条路顶头一定会拄着即件代志。所以，当伊咧招即个学生入来时阵，伊安怎咧接纳伊？有的人，你喺咧讲犹太自头到尾拢无相信耶稣。咱若一直去看犹太的时阵，咱会有真济对伊不利、对伊无好的解说。但是咱转来看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去接纳一个伊明明知影讲会出卖伊的人，伊继续接纳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耶稣知影，迄是伊实践上帝救赎人类的一个必然、必须要经过的过程。所以你若看约翰福音13章27节。约翰福音13章27节讲，伫迄个最后晚餐的时阵，讲伊一个接到迄块饼，撒旦就入伊的心。耶稣甲犹太讲：“你想要做，赶紧去做。”耶稣毋是知尔呢，耶稣讲：“你要做，较紧去做。”我温存伊去做即件代志。咱看到。耶稣毋是知，伊阁温存伊去做。耶稣互犹太出卖伊的代志发生了，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恶得想象的代志。咱也知影讲，迄个人是绕白啊，迄个人要出卖你的时阵，你敢会继续容忍伊安尼继续做？但是耶稣伫遐。互伊即件代志继续发生。当咱一直咧看犹太，咱就真济无好的解说。但是当咱将焦点搁摕转来自行看耶稣的时阵，你会发现着讲，其实伫迄个所在，人有人的有限甲软正。圣经内底一直咧甲咱提醒，人有人的有限甲软正，无论伊偌伟大。真侪以色列上伟大的王大卫，有伊软正的时阵，有伊犯罪的时阵，互咱称作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，伊有缘当伊去面对着危机的时阵，有缘软正，甲伊的某讲，等下人若问起，你毋通讲你是我的某。你讲啥物？你是我的小妹。有缘有即种软正的时阵，为着要保护家己，人有即种的有限甲软正，人也时常伫迄个所在咧高估家己，看家己过头，伫本来家己应该有的，所以伫迄个高估家己的中间，咱会看到。人时常因为安尼陷入去伫迄个罪的内底，伫迄个罪有限内底，迄个罪时常就是信仰内底咧讲的罪，就是互咱甲上帝本来应该有正常的关系变做无正常。本来应该有的关系，都好亲像本来咱会使真坦然伫上帝面头前。亲像亚当夏娃一开始的时共款，但是当因犯罪了，讲上帝行伫园内底，亚当甲夏娃大安走去秘，毋敢坦然伫耶稣的面头，伫上帝面头前共款。信仰就是爱咱日常中间不时提醒家己讲，爱自行看耶稣。当咱自行看耶稣的时阵，你咧看四周围。的人的物，你会发现着讲，迄个开始会改变，你甲伊的关系会开始会改变。信仰不时咧提醒，就是爱咱自行看耶稣。毋是干那呢尔，咱咧看讲耶稣，其实伊去面对即件代志，讲互伊发生，
互即个犹大出卖伊的代志来发生。伊并毋是讲拢总无经过挣扎。咱嘛看到伊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，伊伫遐咧祈祷，甲上帝求，讲有3摆甲上帝讲即个苦杯敢会使离开我。伊嘛毋茫讲，伊虽然知影讲这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过程，但是耶稣犹原伫遐内心挣扎，毋茫讲若上好卖，会使卖无？甲上帝求讲会使卖。但是，咱会发现着讲，耶稣伫迄个祈祷的上尾讲一句话，讲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旨意。求到上尾，耶稣咧讲的是讲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旨意。伊咧下一个模样，互咱咧看，要怎样完全服从伫上帝所有定的计划内底。虽然伊知影讲，这是一条真艰苦，伫肉体、伫精神、伫心灵顶头，拢艰苦的一件代志。但是伊伫迄个所在，到尾完全服从上帝所有定的计划。服从其实爱对听开始。真侪人的服从是无咧听的，是无咧听的。服从甲听有关系。意思就是咧讲，服从其实就要注意什么是正确甲适当的，爱去听什么是正确甲适当的，然后做出伫遐相对应的回应，迄是服从。但是有当时咱咧看真侪教派，因咧讲的，服从牧师，迄是牧师的权柄。各位兄弟姊妹。伫长老教会信仰中间，毋是咧叫人服从牧师，是爱服从上帝话，服从上帝旨意。牧师甲平信徒，咱拢三甲爱去听上帝话，伫遐来服从伫上帝伊的律理、伊的计划内底。耶稣咧甲咱讲出这条路，咱看到讲伫迄个过程的中间。耶稣的服从，甚至讲有人伫遐为伊耶稣要阻止这件代志的发生。然后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对伊的人讲耶稣出来，背伊的刀来写这个大祭司的罗卜伊的耳啊。耶稣随时阻止这件代志。耶稣佮阻止这件代志，伫遐咧讲，若是安尼，圣经所讲遮个代志，要安怎来应验咧？阻止，伊知影讲，这是一个无照着上帝的旨意，无照着上帝计划行的一个行动的时，耶稣甲伊阻止落来。咱看到耶稣的服从是服从到即种的程度，伊顺服服从是服从到即种的程度。服从这个字，伊用欧米做开始，伫英文的内底，这个字有反抗的意思，伫遐有反抗的意思。服从的中间，其实咧提醒咱，有时要听上帝话真困难，想要真真正正去听到上帝话真困难。有当时咱无注意去听。也是讲有当时，上帝话，咱用咱家己的意思当作上帝话去听，所以即句话服从即个字，伫遐咧反抗咧，甲咱提起讲，有当时咱会反抗的。提起讲，咱咧听上帝话时阵，迄个困难是因为咱常常阻挡家己的路，阻挡家己的路，要掠家己的意思。无要真正去听上帝到底咧讲啥。耶稣伫遐咧完全咧服从的中间，咱看到耶稣伊其实是用祈祷来准备，伊用祈祷来服从。所以伫四福音书的内底，你会发现着讲，耶稣伊若就用
离开正人，离开伊的学生，去到山顶也好，去到旷野也好，伫迄个所在咧祈祷。甚至当伊面对着这个人生生命中间真关键的时刻，伊带学生去到伫克西马尼园，游园是伫迄个所在来祈祷。耶稣用祈祷来准备，伊用祈祷来服从。服从含多咧讲，其中一部分就是爱去用心听上帝的话，用心去听宽容慈悲的话语。伫迄种的话语中间，即种深度的听，常常爱放下家己的偏见甲成见。信仰就是咧培养咱，信仰就是咧提起咱爱放落家己的偏见甲成见。我毋知影咱家己有去自觉着讲迄种的偏见，迄种的成见。哪有人知影讲，我咧买车，需要一台车的时阵，去甲我介绍讲Toyota的车偌好，拄偌好。我到尾甲讲，歹势，我有偏见。我对Toyota的车吼，无想要买伊。我知影讲伊品质少好，但是伤侪人开啊，所以我无爱伊。讲迄是我的偏见。所以，我目前拢知影讲，若要买车，我袂去考虑Toyota，是偏见。有当时咱都爱放落遮个物件，想要听的时阵，咱都爱放落亲像安尼的偏见。耶稣的学生并无去准备家己。耶稣学生游园用家己的想法咧看耶稣想要行即条路，因游园咧想讲耶稣就是要恢复亲像大卫王国迄种的公园，亲像遐尼大的永族。因无去准备耶稣原来要行的迄条路，拄含因想的是倒变。所以当耶稣去互遮个人掠，甚至甲讲：恁来做吧，恁来做吧。去照恁所欢喜的去做的时阵，咱看到到尾伫迄个所在，遮个学生伫26章的56节上尾一句话讲：因拢安那，因拢离开伊逃走，因为因无准备好。因无准备好，因拢离开伊，而啊逃走。因有咧听啦，但是因无真真正正去听懂上帝到底耶稣行迄条路是啥物。所以耶稣困那边拢甲伊讲，伊爱安那受着迫害，伊会去受苦。这学生拢当做啥物？正边的鱼缸入去，倒边的鱼缸就出来，听咧就过去啊。无真真正正去听讲耶稣要甲因讲的到底是啥物？好佳哉，好佳哉！上帝无放杀即群离开耶稣逃走去的即群人。上帝有缘继续使用因来完成伊的计划。这逃走的门徒，因经历着耶稣的死甲割活了后。因经历种耶稣即种真戏剧性，伫遐受难甲割活了后，即种的洗礼了后，讲因改变。特别伫甲割活的主耶稣相合做伙的时阵，你会发现着讲，主耶稣并无指责任何一个离开伊的人，甚至去面对着耶稣咧甲伊讲咧伫假提进前的3届未认我的彼得。耶稣嘛无用一句指责的话甲伊讲，你啊看，我咧甲你讲的代志，你拢无相信吼？甲你讲3摆未认我，是毋是？耶稣无用即种的口气去面对遮个离开伊的人，伊有缘接纳因，有缘甲因相合做伙。对彼得，咱也伫约翰福音21章，伊只不过3届甲伊问啥物？你有听我无？咱看到伫迄个所在，到伫使徒行传的时阵，伫第2章，因伫迄个五旬节领受圣神了后，因开始传承迄个使命，因开始传承
传福音的使命，开始勇敢去见证因真正咧对迄个先生耶稣。通过安尼，咱看到因开始将福音对伫本来是伫亚细亚的所在开始传到伫欧洲。本来是干那遮犹太人认为讲因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因发现着讲上帝是选拣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成做伊的囝子，将福音对犹太人传到伫非犹太人的所在。咱看到讲，遮温度因改变，因改变。其中有一个人，虽然伊毋是伫迄个耶稣所招12个学生的其中的一个，但是伊是伫咧迫害耶稣、困着耶稣的学生的时阵，去拄着耶稣，经验着耶稣的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保罗。到尾伊才做伫迄个大马色的路上去拄着耶稣，伊咧问讲：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一个声甲伊讲。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迄个。伊开始甲耶稣相拄了后，伊规个生命开始改变。伊开始成做耶稣的见证者，去传福音。伊设立的教会，其中有一间教会叫做以弗所的教会。伊伫遐写批咧教示因的时，咧甲因讲，咧甲遮的基督徒兄弟姊妹劝勉讲，所以。既然恁是上帝所听的囝儿，就学伊；恁既然是上帝所听的囝儿，就学伊。伊爱兄弟姊妹，爱所有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拢爱去学。毋是要学别人，毋是要学保罗，毋是要学彼得，要学雅各，是爱学耶稣基督。伫遐，拢就学伊。言行举止就有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。这是咱台语的翻译。言行举止就有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。但是我其实更较爱的是这个英文的翻译。英文的翻译讲 ：“Walk in the way of love, just as Christ loved us。”讲咧行伫啥物 ？Walk in the way of love， 行伫疼的这条路顶头，毋是干那言行举止尔，你是要行伫疼的这条路顶头。你的生活内底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都要充满着疼，亲像耶稣疼咱共款。保罗伊爱讲兄弟姊妹，当咱领受着上帝的恩典。虽然有当时咱会亲像犹大出卖伊，但是爱搁倒转来，行伫迄个疼的路顶头，伫迄个国外主内底行伫疼的路顶头，亲像耶稣疼咱。保罗嘛，甲遮兄弟姊妹咧讲，好亲像咱伫圣诗612首的迄个歌词内底，也是讲伊咧迄个。歌名叫做“境遇好歹是主所定”共款。保罗咧甲遮个兄弟姊妹讲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咱拢爱去传福音；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咱拢爱去见证上帝的疼，耶稣基督伊怎样来疼咱。伊伫迄个所在安尼咧甲遮个兄弟姊妹安尼咧讲。所以，咱看到伊到尾伫遐咧告劝因讲，都爱行出迄个好的行为，都爱行出迄个好的款式。伫遐爱有良善，爱有公义。咱看到伊安尼咧劝勉。顶礼拜，当咱咧教会咧过生日的时阵，柯圣道牧师伫遐。讲道题目讲，我是甚物人的厝边。我毋知影讲，逐个人咧摕到看到即个题目的时阵，第一个反应是安怎？我看到即个题目的时阵，第一个反应讲，
柯牧师敢会讲唔对去？题目是不是错了？这是我第一个反应。因为咱若看圣经，迄个青年去问耶稣的时阵，伊是咧问耶稣的问题，伊毋是咧问耶稣讲我是甚物人的厝边，是咧问耶稣讲啥物？甚物人是我的厝边？谁是我的邻居？大家可能会问讲，甚物人是我的厝边？但是当教会生日的时阵，柯牧师咧提醒的，毋是讲要去问甚物人是我的厝边，是讲咱来问讲我是甚物人的厝边。弟兄姊妹，这两个有啥物无共款？当咧问讲谁是我的厝边的时阵，迄个主词啦吼，主词到底是甚物人？谁？迄是他者，迄是其他的人。我只不过是啥物？被动的，我是被动的。谁对我好，他就是我的啥物邻居啦。甚物人，亲像撒玛利亚，迄个撒玛利亚人安尼对迄个受伤的人安尼对我好，迄就是我的厝边。所以对我好的人，较是我的厝边哦。但是柯牧师爱咱问咱讲，咱爱问的是讲，我是甚物人的厝边的时阵，迄个主词主动伫甚物人？我爱去找迄个啥物？我要对甚物人好？我要对甚物人会使接纳伊，会使听伊，会使伫遐若受伤的时阵，我愿意安那，甲伊抹伊的伤痕，甚至带伊去到旅社。咱爱去找迄个受伤的人。你问讲谁是我的邻居？谁是我的厝边的时阵，我是迄个受伤的人，所以甚物人来对我好，迄就是我的厝边。当咱咧问讲我是甚物人的厝边的时阵，是咱爱行出去，咱爱去问甚物人伫遐受伤，甚物人去互强盗拍，去互强盗抢，伊伫遐受伤，需要人去甲伊关心。我愿意去，我是主动，所以柯牧师爱咱去问的，毋是伫遐咧问讲谁是我的，谁是我的，爱问讲我是甚物人的。当你问讲我是甚物人的时阵，我足爱用即个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吼，我感觉伊是所有的我咧读遮的历史，天主教咧看天主教的教宗内底，我感觉伊是上古锥的一个教宗啦。我讲伊是上古锥，伊伫迄个所在咧甲所有的基督徒讲吼，基督徒爱安那走出舒适圈，讲爱行出迄个真松懈的环境。讲基督徒袂使搁伫迄个松懈环境内底继续伫迄个所在，伊也安尼咧勉励青少年，讲青年讲，恁都爱行出恁迄个真松懈的环境，爱行出去。然后伊嘛咧甲教会讲，教会毋通目打三家己的双脚。咱来想看觅，咱已经偌久毋捌去大陆高梅啊？咱偌久毋捌去目打三咱的双脚啊？伊伫遐安尼咧讲，咧提醒讲，咱要去找厝边，咱要去找讲，谁是我的厝边？我的厝边，我是甚物人的厝边的时阵，我是甚物人的厝边的时阵，爱行出咱的啥物？迄个真松懈的即个环境，爱毋惊目拉三咱的双脚。然后，好亲像我感觉即句话真趣味，伊讲即个生活。是即个你的松懈的即个舒适圈的结束的时阵，较真正开始你的生活。信仰有当时就是安尼，当咱行出去，伫咱迄个真松懈的环境，讲迄个松懈的环境结束了，你的信仰的使命较真正开始。耶稣伊知会向出的，伊无伫遐。拒绝，伊有缘接纳，然后通过安尼，伊咧讲起伊怎样顺服，怎样听叹上帝的旨意。望咱伫130年庆典了后，庆祝了后，咱有缘搁三甲做伙，搁来听上帝的话，
到底上帝爱咱树林教会伫即个所在的使命是甚物？国圣道牧师已经真清楚甲咱讲过，讲爱好好回去看今年荷花手册第1页、第2页，伫遐有1、2、3。毋茫讲咱会使三甲做伙，按照即个目标，行出咱已经真习惯的舒适圈，去互咱的双脚伫遐打拉伞，伫遐看到讲迄个咱找到家己的厝边，需要咱陪伊三甲做伙行，付出咱的疼，亲像耶稣疼咱共款。望咱会使用安尼。继续来往头前行，三甲扶持，三甲勉励，做伙来行这条信仰的天路，三甲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恩典的内底，阮偌尔有福分，阮无完全，你却无嫌阮的无完全，接纳阮，疼阮，赦免阮。主求你的神。也互阮领受即种的疼、即种的恩典的中间，会知要怎样来回应你的疼、你的恩典。帮助阮，互阮虽然有当时会感受到人出卖阮，无照着阮的期待来行。主求你，互阮搁一遍，毋是咧看遮个代志，通搁转来自身看耶稣。通伫四个话语中间来明白你爱阮做的是甚物，爱阮学习的是甚物，互阮通放落阮家己的偏见、成见，来顺摊伫主你的旨意内底，帮助阮，互阮搁一遍三甲做伙敲碎你的旨意，互阮真真正正。是成做一个共同体，信仰的共同体，三甲伫遮甲你甲人有亲密的关系，然后愿意去陪伴需要阮三甲甲伊做伙的人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通行出阮丧世的环境中间，毋惊阮的双脚踏拉伞，来去服务人，来去疼人。因带阮继续往头前行，赏赐阮气力，赏赐阮勇气。祈祷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再来吟圣诗58首，画名源头万国主宰，请起立。来奉献。
奉献的时，今献做偌济？起立。请坐。咱做伙来念金句，依佛所需5章9节，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。请。依佛所需5章9节，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。依佛所需5章9节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。今仔日毋知有第一厝来顺荣教会聚会兄弟无？会当请你起来，阮甲你欢迎。若无阮今日欢迎牧师啦吼，伫咧咱释教130周年的培灵会来咱遮来分享上帝的信息。后壁好。若无咱做伙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。今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甲本会释教130周年培灵会，感谢黄泽燕牧师带领培灵会已经2场礼拜的讲道。以下是2月19号主日定期会员互会所通过议案。本礼拜六早起9点半，活动同工门徒训练伫教育馆301教室举行，请2023个同工参加。本会伫3月26号礼拜日下晡1点举行树林教会圣道联合对书礼拜，请要参加的也是要交相片的人至办公室。2023年3月初5，咱同齐欢喜庆祝130周年教会生日。
伫敬拜阿罗、立志祈祷、听上帝话中间，回应主上帝邀请咱，行过历史，迈向使命。伫牧区同心宣告同行的活动中间，搁一摆来体验进入上帝宣告的6个方面，宣扬上帝的福音，培育上帝的饼儿，实践贴心服务，心灵中建社会改造，关怀受助界环保，福音甲文化的活动。最后，咱伫个基督文道使命传承的宣告座谈中，用立志祈祷来回应。愿主圣神牵我手，天路历程主同行，平安。感谢主上帝，互咱会当踮咧教会中间领受共同的意向，有一致的行动。所以除了咱所看到教会事工甲周报所顶个遮个事以外，咱特别提醒2项，就是王清海兄弟安息追思礼拜，就是过来即礼拜6、18下晡3点，踮伫礼拜堂来举行。另外就是吕炳宪兄弟吕炳宪弟兄，伊伫个3月初5安息，个别礼拜是伫3月22拜3早起10点，伫个礼拜堂举行。刷了后要去平安堂，所以如果若要3月22是拜3，然后要去平安堂早1点半出发，转来可能超4、5点。然后要去的人拜托咱踮伫交台道遐会当登记，通好互家属较好发落。咱拄仔有讲到3月26礼拜日下晡7点是联合追思礼拜，清明要到，所以咱过去有报名除非你有特别要提调，若无咱嘛会当甲办公室讲一下，互咱个定心来将遮个联合追思礼拜3甲参与遮个家庭，咱会当做一个整理。所以咱嘛会当即个时刻，除了教会事工加咱的关怀，你家己本身有要伫主面前来恳求祈祷的，咱就是请起立，开咱的心，也开咱的嘴，主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互我会当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。也只是现在我有一摆伫你面前来陪伴，通我阮会当行出去主你所互阮的功课。感谢你，因带保守阮，也通阮领受。万观音的主，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就敢若亲像阮甲金句的约会，今仔日看甲撒摩尼相关，阮看到哈娜，伊主求得到一个囝，但是伫上帝定着的时刻到的时，伊将伊望所集中迄个囝儿撒摩尼献伫主的面前，恳求主你阮来开你的心意，嘛互阮的耳孔会当听到主你的声，来回应主你的邀请。愿在上帝时刻到，愿会当备办好势，成做主你的同工。愿搁一摆将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伫你的圣手，无论是阮的工作、功课、学业、家庭生活，阮家己社区的关系，主啊！你一项一项来引带保守阮，特别是兄弟姊妹，阮伫出入的中间，拢会当搁经历着主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所赏赐互阮的国话、平安甲喜乐。阮也恳求你，互咱的教会伫即个所在，成做主所欢喜的一个见证。毋但敢若有敬拜，有受造就培育，搁较要紧。
原也有见证分享、宣告话典，通过安尼，互更较侪人有机会来认八主，领受救恩。恳求你的主爱怜悯，拢无离开我。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吟上营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阮无完全，阮也阁欠缺中间，你接纳阮，听阮，赦免阮得罪你一切的罪过。阮就伫你的面头前，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。求你的圣神催逼阮，时时刻刻准备家己来回应你的听，互阮愿意甲人分享阮对你遐所领受到的恩典、怜悯甲听。阮通甲人做伙相合来追求上帝国的欢喜、快乐、和平。阮通相合做伙甲你同工来起造你的国度，伫地面上，亲像伫天顶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会同在甲恁众人相合伫地。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谢谢。